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尊重和团结亚洲人权、自由与民主的示威活动。来自亚洲国家的人权组织的成员聚集在首都东京涩谷区的联合国大学大楼前。示威期间，参与者高举了缅甸、寨普赛、南蒙和东突厥3国旗，高喊恐怖主义中国、制止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东突厥散自由、释放昂山素季和帮助蒙古南部等口号。许多维吾尔人也参加了该活动，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根据天山网5月6日的报道，中国当局最近加大了对东突厥散少年的红色宣传力度。根据该报告，当局通过学习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进行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的集思广益比赛，以及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加强了在东突厥散各中小学的教育。除在学校教授党的课程外，学校还使用视听、视觉材料和人工现实技术等方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参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会议有关的上海和延安等地。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协会采取了反强迫劳动措施。据报道，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协会上周启动了一项措施，以追踪太阳能电池板材料的来源以及整个供应链。根据美国供应链网络太阳能电源供应链跟踪系统，专门针对维吾尔人的侵犯人权行为。中国在太阳能的全球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但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中国一些最大的太阳能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在东突厥散吸纳维吾尔工人，存在潜在的强迫劳动问题。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在组建反强迫劳动联盟，矛头直指东突厥散太阳能产业。早些时候，国际研究机构和媒体透露，维吾尔人将被迫在该地区的太阳能电池板中工作。德国市场分析师约翰尼斯·伯恩卢特表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供应源移出中国，但短期内很难做到这一点，而在短期内跟踪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 NASA 批评中方缺乏透明度，未履行航天器坠毁风险最低化的技术标准。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中国运载火箭的残骸已经落入了印度洋，未造成任何损失。美国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日前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在处理太空残骸方面没有达到负责任的标准。长征5B 型运载火箭于4月29日升空，将天和号太空舱送入天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周末在东耶路撒冷地区冲突升温，造成超过300人受伤。被以色列兼并的东耶路撒冷紧张情势升高。周末，当地好几百名巴勒斯坦抗议者和以色列的维安部队发生冲突受伤。报道指出，巴勒斯坦穆斯林周末在艾格萨清真寺夜间礼拜，和以色列警方爆发冲突。统计至少有300人受伤，大多是被橡胶子弹和震撼弹碎片击伤。